来到拥有100年校史的云林县仑背国小，代表诏安客家文化的开口诗舞狮技艺，在这里传承扎根。舞狮的时候，抓痒动作很有趣。狮子斗趣的动作一直深受小朋友喜爱，脚踩1两码步伐，精准做好每个动作，靠的是一遍又一遍的苦练。最困难的就是步伐走得稳，也要记得怎么走，才不会乱掉乱跳。除了开口诗，在地客家的七砍武术威风有劲，也吸引小朋友争相学习。无论是拳法或兵器，在教练严格的指导下，就算再难再累，孩子们也绝不放弃。我们之前就是因为要蹲下去，结果动作不对，然后膝盖整个都淤青了。已经学了，所以就不要放弃，所以要一直学到结束为止。你刚才打太快了，你慢慢来，听听哎喽。武术向来博大精深，绝非只是手脚比划的外显招式。当然是爱对这个无形的气，爱练那个气，佮包括咱爱练这个力，力甲气爱带做伙。勤练舞狮和武术，不但能强健体魄，在地的客家诏安文化也因孩子们的积极参与，将永远流传下去。上课喽！听听的来，听听的来，听听的来。